嘛是要来解决问题，来看到中秋油啊大出，大家中秋无用食油啊。不过今年因为小连线落雨落2个月半，引起到油啊含水量伤过济。另外采收期靠我中秋，种油啊的人颠倒无用试试，赶紧要来采收油啊，煞来亚电风来吹，希望油啊会当赶紧消水，甜度就会当搁较甜。油啊是中秋定着爱传的果子，不过今年的油啊生做伤过圆搁胖，看到无好卖款。都很细，有没有？逐粒油啊拢生做亲像家己的囡仔同款，囡仔生做这落型的，果农强要卖人热，安尼要安怎呢？开电风甲吹，果农通消热气，那油啊通消水气。从6月开始下到8月，下到9月这2个多月长期的这个雨水，造成水果含水分过高，柚子要消水的这个速度也变慢了。免惊啦，油啊甲吹电风，安尼伊甜度才会提悬。逐因过文旦的采收拢是伫咧这个白露前后。趁中秋要来进前1礼拜，就会当甲这个文旦甲消水。不过今年的白露伫咧新历的9月初8，含9月13、8月半才差5天尔。安尼时间伤过头晚大，消水是袂当急哩。简单通先摕电风甲吹，要安怎选油啊咧？即马请果农来教你。我们在吃柚子的时候，当然就是不要太大然后呢，皮包越细越好，对，然后越重的话就越有水分。今年文旦的介绍虽然讲整体有较减少，不过经过分级的包装，这个销售价无什么明显的波动。一般的品质每台斤是差不多40-50块，若品质较好的，就要70-80块。中秋经文旦油，就要看迄落尻川平平，佮无条纹的，若色水就要经这落马尾啊温缓的较好，安尼通互你食油啊伤袂娘，上盖到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